今仔要请大人来听一则事情感人的长剧《重大别》。关于这则剧的故事背景，大人可能也知影淡薄。陈兴元何患伫遐侪戏曲故事当中都有版本，传说伫咧唐朝，梅良玉甲陈兴元结婚，但是梅陈两家人遭受奸相罗基的迫害，最后陈兴元被迫何患，在出关路中伊投江自尽。所以这个剧唱起来有淡薄悲情，但是陈兴元对梅良玉至死无变的爱情，可以感染每一个唱的人、甲听的人。离